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，这个土地去予法院扣押，有议员要求都要停工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讲，拜一也就是今仔日会请法院确认敢是要停工，会照法院的意见来办理。也那民众党是批评讲，用别人的决议要甲郭文德定罪，这是司法对杀，因是无法度认同。 金华城案用直升机继续探烧，北京认为民众党吹销郭文德等人涉违法独立，得到用这种利率20%的不法利益，属其犯罪所得，应该没收。掠算不法利益达到大约新台币111亿外。 向法院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，已经得到法院裁定准予扣押。这也显见这个北检要出大绝了。土地一扣押下来以后，未来从现在开始啊，金华广场就不得处分了。预售的过程也好，或未来可能继续施工都会有问题。针对金华城的部分，我要求台北市政府应该要立即停工，而且呢，应该要针对它的建造的核定840的容积奖励，应该再重新检视。 重新再处理哦。北市议会才拄啊开议，都有机关提案联署，要求对金华社停工。对此，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，都法局会发函法院，确认敢是要停工，会依照法院意见办理。都发局会如果收到相关法院扣押的公文，我们会发函法院，和法院来确认是否要停工。那周一的时候，都发局就会发函。 那我们也会依照法院的意见来办理。电话开发测试发声明表示，台北地检署的做法人事用法无啥透动，会伫收到裁定了后依法提起控告。民众党批评北检对郭文德司法对杀，只是以都委会依法合议通过20%用集中力扣押道理100亿的大帽仔，实在无法度认同。 竟然仅凭都市计划委员所做出来的共识，给予20%的容积奖励，就想扣上柯主席图利100亿的大帽子，本党难以苟同。吴锡山进一步表示，金华社案是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主体申请，台北市政府依法受理。迄当时担任台北市长郭文德，依照定书送交都委会建议，毋捌介入审议的过程。都委会按照强设法，予因20%的用这种类，一切拢是依法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